来看国际消息，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办公室18发布消息，证实这82岁拜登得恶性的裂喉腺癌，癌细胞已经拖到骨头。现任的总统 Trump 是发文表达哀悼，祝福拜登早日好起来。 拜登办公室18发布的声明，讲总统顶礼拜因为被绕道镜头压起来就医，拜五诊断得到恶性裂喉腺癌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。按照格里森评分的结果，病情严重的程度是9分，并表示拜登甲伊的亲人当地甲医疗团队评估治疗的选项。佮讲拜登得到的癌症是属荷尔蒙敏感型，病情无定着会当控制。 So with prostate cancer that's metastasized to the bone, you could control it for years. 2 or 3 years is very realistic, and some lucky patients get control for 4, 5, 6, and even longer. 拜登得到癌症尾期病情一个公开了后，华府政治界拢真意外。一向介未下毋捌讲过好话，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大文表示，伊甲伊的家后梅兰妮拢为这件代志感觉哀伤，祝愿拜登早日康复。 拜登的副手和任内前总统奥巴马、前国务卿希拉蕊、英国前首相苏纳克、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道等一寡美国政坛甲国际领袖，也拢伫第一时间甲拜登甲伊的亲人传达关怀甲慰问的消息。媒体伫华府的记录随机甲民众讲起拜登的病情，大部分的人的反应拢是心痛甲哀伤。I mean, just finding out, I feel bad for him, of course. Personally, he didn't align with my political beliefs, but I don't believe that would define the value of his life. So I'm sorry, I feel bad for him and his wife and his kids, of course. 不过，致癌的消息公开了后，过去4年来政权的拜登敢有隐瞒健康情形？最近一寡新资料的出现，又搁变做华府热门的话题。像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华府主播杰克塔伯加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亚历克斯汤姆森拄出版的新册《原罪》，讲到2020年竞选的时阵，拜登都捌真侪届记袂掉。去年6月伫洛杉矶的募款活动，但是无边仔的幕僚提醒，甚至认会出来民主党长期的支持者乔治克隆尼，佮讲第一夫人吉尔甲拜登的核心团队有故意隐瞒情形。Axios 新闻网16甲17完整公布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赫尔2023年对于拜登故意保留副总统任期内机密文件的调查录音档。过程拜登捌真侪届出现记忆乱去，抑佮话讲袂清楚情形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